魏教授，喺抗戰時期，香港紅卍字會喺元朗區設了屏山慈幼院。呢間學校同而家嘅文慈中學有咩分別呢？喺1931年，香港紅卍字會創辦嘅時候咧，我哋會已經有興趣去開辦學校。咁但係呢件事咧，其實一直拖啊。咁最後咧應該講咧，我哋就曾經喺深圳開辦咗一個嘅兒童訓育院嘅紅卍字會難民營入邊。咁但係呢個訓育院咧，因為深圳淪陷咗之後咧，就亦都結束咗。亦都結束咗。所以到後來咧，我哋就將當時叉坑難民營，即係而家太坑難民營嘅一啲小朋友咧，當時未俾嗰啲親人接走因為當戰亂咧，有啲自己流離咗嘅小朋友咁所以咧就將佢哋同埋一啲新招嘅朋友，大約60幾人就成立咗屏山慈幼院。屏山慈幼院咧以達德公所為會址咁樣一個慈幼性質嘅一個學校嚟嘅。咁呢間學校嘅特色就係一個佢咁樣教啦。另一方面咧佢嘅所有嘅書簿乃至於食宿都係免費。雖然呢間學校佢係提供咗一啲教育一啲國小嘅教育啦另外一方面咧，佢亦都更重視嘅一啲職業培訓所以佢係教埋有咩咧？教園藝樹藝同埋一啲基本嘅工業操作呢啲東西。咁佢希望咧喺呢度就讀嘅小朋友咧，能夠以後能夠自立所以佢係慈幼院嚟嘅。其實佢係慈善性質嘅咁但係我哋學校就唔一樣我哋學校咧基本上當時出發點咧係考慮成立一個工業中學。點解咧？因為喺70年代咧，我哋香港嗰個工業起飛咁但係到咗77年，我哋正式落實要做嘅時候咧其實香港經濟又轉型喎，從工業變成服務業。咁喺咁嘅情形底下咧，再辦一間工業中學咧，就好似又唔合理啦。所以咧，我哋就當時咧就接受教育司署嘅一個建議啦，就成立咗一間叫做符合教育司署要求嘅英文中學。就社會需要乜嘢，我哋希望能夠提供咁嘅人才當時工業我哋睇想工業人才咁但係到情況唔同啦，我哋亦都另外一分野。所以喺辦一個英文中學之後，我哋後來亦都隨住社會發展嘅變化不斷調整咁而家我哋算係一個共融中學啊嘛咁所以呢個就係你睇得到個發展啦。咁亦都知道我哋同慈幼院就話或者同屏山慈幼院有咩唔同我哋係一間教育嘅學校，屏山慈幼院咧好大程度上係個慈善事。